国际上发生两站飞轮机事故，巴西有一台小型的飞轮机，初七落去圣保罗市中心西边的社区，佫弄到巴士着火烧。目前知影有2个人罹难。因那美国阿拉斯加西部有一只载10个人的白灵航空区间客机，初六起飞了后就失联，初七后来发现落伫咧附近的海冰顶悬，恐惊是无人生存。这是当地25年以来上严重的空难。伫巴西圣保罗西边挖近市中心的巴拉方达市区道路，规个如苍苍。一台国航空 F9小飞机，初七为附近的马特私人机场起飞，本来要飞去南部的阿雷格里港，不过无偌久，就因为不明原因煞近地飞行了后，就在伫遮。现回咱看到飞机弄甲破鼓鼓，当时飞机的残骸佫扫到一台巴士，嘛波及一个骑机车的人，也甲其他过路人。监视器顶悬一旦看到飞机载落来时阵，引起一粒火球甲火焰，火烧甲正猛。当地州长透过社群媒体指出，代志发生迄当时，这台飞机顶敢若2个人，一个是驾驶员，一个是飞机所有者。这2人已经伫飞机爆炸时阵当场死亡。Conseguimos controlar a situação, tendo 6 vítimas aí no local e 2 óbitos, segundo informação do Corpo de Bombeiros. 巴西过去几个月发生真侪件小飞机失事的事件，敢若1月份就有20件，累计有8个人死亡。伫美国阿拉斯加一台白灵航空单延任奥伦普罗佩纳区间班机，前来为乌纳拉克利特起飞，移动去西部的诺姆。飞机顶有载9个乘客甲1个飞行员。飞机起飞较无1点钟，就甲塔台失去联络。搜救人员伫初七诺姆附近的海边顶发现飞机的残骸，证实都是白灵航空失联的班机。When the air crew located the wreckage, they lowered 2 rescue swimmers to investigate the scene. Those rescue swimmers are out on the ice. They were able to see inside the aircraft, and they saw 3 individuals who were unresponsive, without any signs of life. 海岸巡防队表示，其他7个乘客好亲像卡伫机身残骸内底，国家兵站无稳定，特殊救援真困难。为飞机受损的情况来看，人员存活几率无大。诺姆市长伫记者会报告这件事件时阵，佫讲到后甜，为罹难者甲家属感觉遗憾。目前有关单位也佫伫咧调查代志发生的原因。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。